决定能帐篷把人到干鸟上，路南小熊奥查林能够一里够不了，星期四农历周日3号，路南没压晒不能蒙查满。新疆宜春县石崇办把地球张口全鸟雷诺，加暂缓阿克塔市整鸟地段的路能挖到中段。自雄人团云南莫等扎坚持精神，实处政治生态环境，超至全省亚洲社会发展找到做中给。自雄人团被问30以上地给车刺苦到1段以上。习近平总书记下达，本草的群众给我能不占球鸟，要该级一盘立案又只加一盘多内，家的群众都容能我来一座容给。新疆喀什宜春县。要被国家北起北走最不对策，鸟地个北路自雄规划都占用，宜春县是说本草的群众给我能不占球鸟，加草路北望头我能不群众咱们这产鸟，动态我路容能产。阿克塔市镇要一路看你挖到了家区，豆个鸟类1万不产到头群众，对要自宜春县不路中日口热地球占木类，同产南北湖挖阿依土尔县。鸟阿克塔市，你就挖到一路那碰桥板。我现在这些花不愁卖。对板南桥到的路只成木老，还木湖家种木痕，古拿了半个木塔。阿依土尔县以同族挖那鸟州昆仑山的岛中靠近地球，地球鸟到沙拉丁草，烂苦到脑后。路南南看着雷影南瓜，看不到大包奔跑，这还你挖中了。只要这类的找雷影南瓜，要是到不奔跑么抓破了，对这我们挖路也要得那挖本子，要找到中靠喊地车，多能到拉地车，让电查到湖里挖。像奥查林高山路北里，习近平总书记头参加个欧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制裁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下达，也一化路是精准办plan、精准雷弹等plan，要南疆地球始终办他。那就要宣告，国家莫来依照指望完了，把地球张口去鸟转向亚查口到新疆，宜春县正式动态木挖阿克塔市镇。我多种木调查研究了，莫1万不产到头简单离开plan能，定挖占球鸟的短能。对短能呢，对要鸟州2万平方公里的中热靠热地球，地球对要沙2差米招收，占球鸟方案一挖到路，就得出了查账问题。被有么吃有么牛，那么求找牛，只保咱们阿克塔市了，对牛对吃也那么还吞好肉。对群众咱们这产鸟，你把得拿对么招客合作社，你把药来杂草么流转客合作社，叫你把咱们这产鸟，熊熊就领到粉红伢子，叫你把招杀了人那个挖路能。鸟头挖最差，地球家对干部还定价组织群众梦想你们得最差。被鸟头挖这设计图，这样挖讲挖容手里讲，要说到这颜色的呢，被都挖到容农的群众的意见。莫但他政府挖到容安排，像奥查林高一路照例，他像奥查林高主要路线里，占球鸟的群众把安保占木了阿克塔市镇鸟。这差两方两路，雷电气的呢，莫吃莫错，这跟到他这些猫鸟是。被我当他政府招，就被我弄容的这鸟。鸟兽第北沙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下座，也始终板块将你们往那莫给莫肉门板区，保证垃圾给不了走化容短。华南阿克塔市镇正始终稻草设施农业，特色有杂处，东岛受草对产业能，落来。板草加占球鸟对群众查到湖里挖，加引擎头乡镇对短能查到湖里挖。看李斌女儿参加了技术培训，看你培训团就要求受草查到了湖里挖。我不懂技术，工作比较的96。同做怎么技术，工作去怎么找不啦？华南学到技术，工作收错奥差啦。战斗对路都得land，阿克塔市镇华南计划完land行。我们通过发展被通过发展1、2被产业，该级不产到的短能查湖里挖问题。你把平潭一度短能一路力量查到一查直播来咋招手，被下没了一查被暴露公益性岗位。
加一查我知道娘的短内模糊流哇，然后干北海呀角落plan上办财发展产业，加的群众给暂且鸟去到摩多，路内我到产度了。第九北路自雄规划多家乡，新疆北桥欧路 plan 线一划雷丹等 plan， 北半岛湾头 plan 内一划拉车做给 plan 内路内都我到中多 plan 路问题难到处解决，新疆首都到华湾做给差能。动作梦从小云南省草址长江经济带发展到志雄蒙查发布会报道，志雄那头，北云南省遭莫的问题，它样板大的内容都强动，我多种治理生态环境，草址亲身压榨社会和万多种。是保护口膜类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对做沙漠类和对生态环境。云南早高发展理念差。坚持到生态稳定、绿色发展做技能，治标治本一层板，草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境路的问题到处增加，落来照顾生态环境内容来华南半岛。杨同志，那类引进多，给车奥盘的那时候交办交动，通过一路考车交，我动错盘多户时候交动。做华南亲身交动，一会交到北茶奥博北角角湾一茶周波么，湖南长江那类潮潮的地区，交到一茶直播周就指湾领直播么，华南亲身我到北波周就落潮江自然保护地区，一会站一茶奥博就不湾找茶么。早高将动抓护市，云南丝绸草址地路产业内营营收机构。华南东半岛高北路州市政府鸟类蓝龙建成区，它引进多污染路的建议征求鸟类诺。第三乱咖的建议增值类诺，半岛绝求决定决分拨。一盘人才又凶又动，又猛又杀。云南从湖复长生态体，是从门板盘类塔类长生态征求鸟，农业民营污染治理的以前那类诺能。省委省政府从向2009起，以熊猫北桥到热辣财政专项压榨，板草保护治理抓路倒沙那盘类，下投资给差，我路社会资本民众版盘类保护治理内容，是从办到志雄抓路路类倒沙盘类，它头头的地球系统治理内容办到中。这地高北路志雄规划了，而还类类领着北桥一路里水质打造奥类。杨总海的水质由支类着重做北类，顶次的类要向23091综合评价叫北类，要北桥向那路最终类，向23091复兴复它绿谷府的类要一类，而海路半个混转站的水质，国家考核要2类，杨总海保持北类，顶次草海、陈海保持北类，顶次外海、义龙府、新营府。其六府主要污染指标都一多一改。鸟地高北路志雄规划多减轻，北文山镇都是压榨版农村地区就给可给，莫农村地区顶多给车个卫星，财政找到我莫球摊，包车头安全。地高北路志雄规划多减轻，北文山镇的禁止村一化通给水泥，一化莫车海化，农村给车一多一容，农村地区花万多容多。要地高北路志雄规划多减用，文山州市属版农村地区就给可给，南方注意版的群众该级为要给车直通，要是给车直容发展至少路的问题，为半大半 plot 内容，草址农村压榨社会化网使得plan说。关南县偏多少，若关南湖南着挂一路中，头为要直通给车，路上呢产业发展至少路，对群众生活这都难话。多个人湖等级头出落肉，叫一级肉，莫多人够肥料肉杂它叫肉越来奔杂出来，只当查知道咋，莫得啥还退奔。或者很多群众顶着湖等级意思，咱们中山就得就去拉得着很，但怪为了给车直通，可知道咋。这地个北路志雄规划了，的确个靠挖半坡项目，从关南南接到一座南周密制的给车多偏多少，为发展产业可难考中。云南北某科技有限公司接多做偏多少，而且也有算透过。华南北鸟湖绕检查的湖流啊，那只做山，一路里狗鸟到北产到来站。
早头莫给车扩容，偏多少除了挖到一路站一般没来车也有算透过，还得赶叫八帮站、自创、换装等呢。通过挖高标准温室纳棚，配有有算透过，有自律干热，有创作、农创作，规划挖在大跨段计划时，加对这个的多功能给口查到一多一站。光南给方便，高山光南华南通高速给车、高铁。诺干还要挖机场，还要找挖几座高速给车，要来诺干光南还推的方便。本要对去那发展要做投资融合，那方便莫被的让错人莫经过错路对去莫动着，诺干光南最少一路莫错好多操着来对去。要地高北路自从规划都占用，光南县一会是了已经都来早，改造但他找扩容，我就谈农村给车，对奥查林依旧奥战。情形对禁止村一会通给水泥，一会是了决议只差一百万来厂里办不了伢子，我动只把找角落厂里项目划到山。华南高铁它高速都挖到了，让周末很多老板都被关南县发展产业，本岛南桥的算透过他让抓的人，对象找的老板多桥的，华南家都工程到去到咋？要地个北路自从规划都占用。请这一会儿挖了自求之路，集中凌晨段最不对球行道改造工程，改造段一查相包相就相占到，帮禁止村东至对球挖给水泥，挖了相插间，左胸奥查林狗乡路沟里，请这脚把这就暴露禁止村一会儿通给水泥，前面改进农村对球给这种问题，熊奥查林狗一路脚里，挖做禁止村一会儿莫车害花。往对奥雄挖做禁止村一会通给水泥，一会莫车害花。整治一万只差相把比较奥在不对球农村给车隐患，占统计请这农村给车莫奥万脚差只不能够一减，一部分的只就被分贝。农村给车顶多危险，人帮给一会挖莫球台。华南一座座不容农村给车去老错考，孙高松产莫请这对乡镇做手了。很多几年都晒着农村地区三门农村发展，一查特色农业、新兴农业、生态有杂错有错样，叫绕基地、自盘振动基地，叫创作乡村旅游的那都绿色化收入。要讨草制农村地区伢子花完，加多功能都去到杂事，那草制请州汽油伢子花到山。要地个北路自从规划都占用，请州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我等相把能够北极来涨，要这个二路自从规划都占用的澳门岛，将农村地区给一多一种，我还对方便。我做新乡给车升级改造，请这禁止村给车一会挖成给水泥，为清真办大办不了内诺，草制产业化到容大容的。侬那来透过给龙梦被一直头给一老头着力。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腊月”。腊月苗语是这样说的：着力，请跟我一起说：腊月，着力。着力，腊月。这个腊月挺冷，落着力呢都恼痕。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沈志乱。让南宝给的领帐篷，侬那里蒙差价还装的呢，沈志乱。